上要宣布2009國際中華小姐競選冠軍得獎者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Pageant 2009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is 究竟係再度出場啦，抑或大熱勝出啦，抑或係邊一位呢？冠軍係嚟自多倫多嘅24號九雲慧小姐。Number 24 from Toronto Christine 高雲慧小姐。好啦，24號嘅九雲慧咧嚟自多倫多，今年係25歲，佢係一位嘅企劃統籌，佢嘅志向咧係成為一位成功嘅女性嘅。冇問題啊，好淡定啊！係啦，咁啊呢度咧，咁咧我哋咧就首先咧就披上呢個彩帶嘅。冇錯，能夠將隻月亮代表的心吹到咁慢，都真係難得。好，咁我哋有請佢咧可以坐上我哋呢一個嘅國際中華小姐嘅寶座，成為2009年國際中華小姐嘅得主。好，有請我哋頒獎者將呢個後冠為佢加冕。冇錯，恭喜晒！一齊俾啲掌聲佢哋。再次亦都將權杖交到去我哋今年嘅冠軍嘅手上。再一次熱烈掌聲，恭喜晒！同埋多謝我哋上屆嘅冠軍。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真係要喺呢度咧要。4, 3, 2, 1號賈雲慧嚟自多倫多，呢套鮮豔奪目嘅泳衣令我想起多倫多百花齊放嘅夏天，小蝴蝶就好似幸運又漂亮嘅我。好啦，多倫多小姐，睇下你嘅分數先。哇，唔係啊嘛，43啊，破晒紀錄啊！謝謝，很感謝裁判的對我的支持，謝謝你們。啊，真係開心啊！多謝多謝多謝。喂，我哋要殘酷啲啦，因為咧要去到淘汰㗎啦。係啊，今日8強。今日淘汰太犀利啦，28位淘汰20位喎。係啦，咁我哋請出呢個28位嘅佳麗出嚟先，好唔好？請佢哋出場。好，再一次掌聲歡迎我哋28位嘅佳麗。因為我陪咗佢哋3日咧，我覺得呢一刻佢哋嘅笑容咧最緊張。最緊張啊！大會同埋好用心啦，揀呢個紅色俾佢哋添啊！係啊，真係遍地屍骸啊！好啦，馬上宣布2009年嘅國際華小姐8強最後8強嘅名單啦。OK 啊 ，Top。喺志偉手上啦。OK， 第一位係嚟自西雅圖嘅20號蔣麗 ，Number 20 from Seattle 張麗。跟住係嚟自第八間25號林玉春 ，Number 25 from Tajibin 林玉春。跟住係1號奧克蘭嘅
李燕儀。 Number 1 from Auckland, 李燕儀。真的漢子啊！溫哥華26號陳娜良子。 Number 26 from Vancouver, Chenna Lenzi。冇理由漏咗佢㗎，係嘛 ？Hong Kong 10號。 From Hong Kong, number 10, Skyky, Chen Xin Yi。跟住係我哋大家都話佢好有鬥心嘅嚟自鄭州嘅28號韓曉玲。 Number 28 from Zhengzhou, Han Xiaoding。然後北京2號董藝雲。 Number 2 from Beijing, Dong Yiyun。最後一個啦，喺最後一位啦，大家都睇清楚啲先。冇理由冇佢啩？聽講係大熱門喎。嚟自多倫多24號九雲慧。 Number 24 from Toronto, Christine 高윤慧。好啦，恭喜晒我哋8位嘅8強，我順序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咁啊有1號嚟自奧克蘭嘅李妍儀，2號北京嘅董藝雲，10號香港嘅陳善陽，20號嚟自西雅圖嘅蔣妮，24號多倫多嘅九雲慧，25號嘅代表呢個德國嘅林玉春，26號溫哥華嘅陳娜良子，同埋28號代表鄭州嘅韓曉玲嘅。都要同佢哋進行呢個問答咯喎。問答㗎啦，好啦。今次問答唔淨知道我哋兩個啊。係我哋咧，仲有啲係客席嘅一啲嘅主持人嘅。好啦，咁啊，我哋咧首先呢一 part 我哋請嚟咧就有楊千嬅同埋黃宗澤 Bosco 啊，好，有請兩位出爐歌后啊！好啦，再一次恭喜啊！梗係咧，咁容易啊跳舞喎！你嗰啲唔係我哋擅長嘅嘢嚟㗎嘛。喂，你哋會問啲乜嘢啊？有冇諗住？就即係當然係問下佳麗嘅專長啊，或者係中意嘅乜嘢啦。好啊，不如我哋就過去啦，好唔好啊？好啦過去我哋舒服啲我哋過去啦。今次我哋特別啲啊，坐低同佳麗咧就傾偈。咁啊，我哋8強咧就有機會咧坐低同我哋可以詳細咁表現下自己啦，從我哋嘅閒談之中。好，跟住我哋歡迎係24號嘅九雲慧，嚟自多倫多嘅，芳齡係25歲，佢嘅職業咧就係企劃統籌嘅，志向係成為一位成功嘅女性。好啦，兩位想問咩啊？哇，好犀利！原來佢好有鬥心。聽講你早幾日病到要吊鹽水，仲好有鬥心，話自己一定會冇事。不過即係好多嘢都好難講。如果你真係要病到要退出，你會點呢？我諗呢意志力呢可以幫助我過這個難關的。所以如果是真的堅持不到的話，我不會勉強自己。但是我一定會盡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這件事情的。係佢用雖然病過，但係都用意志力去繼續落去。有沒有想過要退出這個選美呢？沒有，因為這件事情其實這個選美呢對我來說呢是蠻重要的，因為這件事情不是只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我代表多倫多整個城市，所以呢為了多倫多，我一定會努力的。哦，佢唔單止即係肩負重任啊，代表多倫多添。哇，責任是那麼重啊！你不只代表多倫多，你還是華人，也代表中國，你還是地球人啊！哇，你代表我們地球啊！對，代表呢個地球人喎。呢個一定要派佢上去火箭升上去係嘛？就算遇到咩太空人都話俾佢聽，我是地球來的，對不對？哇，厲害厲害厲害！但是你這個大熱門呢，之前這個網絡上面的這個投票這個票數最高的，會不會給你有壓力呢？不會，因為我覺得我做好自己，以平常心去對待這件事情的話，我就可以，我已經算是一個站在舞台上面的 winner 了。雖然係有壓力，但係佢就唔會感到呢一啲壓力嘅，因為佢覺得平常心去面對。沒有一樣嘅東西你們是想得到的，每一次問他都說不會，因為我是這樣子的，不會，我也是會這樣子的。你太厲害了，你以前小時候考試也是永遠第一的嗎？不是永遠第一的，但是我一定是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呢，我對自己就覺得算是一個有交代了。所以do the best。我也是，對自己。我跟我爸爸媽媽一起講，雖然我考最後一個，但是我盡了我的力了。
我的智商是這樣子，沒有辦法。我教壞細路啦喺度。OK 好啦，好快咧，我哋咧要由8強咧就淘汰3位咧去到5強，佢哋都仲要過多一關噶噃。係啊，咁我大字比頭先好好多啦。頭先咧28位除20位隨時唔見到自己噶嘛。係。如果8除3簡單啲啦。除3都要㗎。哦，OK，好啦，我哋請出呢個8位嘅8強出嚟同大家見面先啦，好唔好啊？好，有請8位佳麗。睇嚟佢嘅笑容咧，比頭先咧仲要緊張啊！但係今次咧，只有進入最後5強咧，近乎能夠入3甲嘅機會咧，大到不得了。係啦，好近啦，最後一關㗎啦！一陣要睇佢哋才藝表演啦。好，馬上要宣佈2009年度國際中華小姐競選5強嘅名單。The top 5 for the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Pageant 2009 are 最後5強第一位係嚟自西雅圖20號嘅蔣妮 Number 20 from Seattle, Yang Mi。跟住係嚟自帝賓根25號林玉春 Number 25 from Germany, Tübingen, Lam Yuchun。第3位係，唔好要佢擔心啊，早啲叫佢出嚟啦。香港10號 Number 10陳善陽 from Hong Kong, Chen Xin Yang Sky。最後2位啦嚇，都應該有你㗎啦。嚟自多倫多14號九雲慧 Number 24 from Toronto, Christine。哇，緊張啦，緊張啦！究竟最後一名係嚟自邊度咧？最後一位 The last one。最後我5強嘅係陳娜良子 Vancouver。 Number 25 from Vancouver, BC, Chenna Liang Zi。好啦，麻煩志偉咧順序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5強嘅名單啦。冇錯啦，咁啊就係咧10號嚟自香港嘅陳善陽啦，20號嚟自西雅圖嘅蔣妮啦，24號嚟自多倫多嘅九雲慧啦，25號嚟自帝賓根嘅林玉春，同埋嚟自溫哥華26號嘅陳娜良子，恭喜晒5位！跟住我哋啊歡迎係24號嘅九雲慧啊，嚟自多倫多，佢表演係長笛演奏，會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好甜蜜嘅歌曲，有請。係啊。非常之特別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唔係錯好多啫，特別慢，好適宜瞓覺，好舒服，係啦，嚟到呢個時間聽係夠啦，繼續㗎啦，係咪？夠啦，我哋仲要做節目咁該，係好。不過的確係好斯文嘅，你真係。不過長笛同埋你講嗰啲有唱歌都可能會有同樣嘅問題嘅出現嘅，即係因為即係同埋比賽係緊張啲嘅咧。係啦，可能會有時出錯，都係跳舞安全啲。呢兩個性格係真，跳舞安全啲。好，馬上要宣布2009國際中華小姐競選
冠軍得獎者 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Pageant 2009，Miss Chinese International is 究竟係再度出場啊，抑或大熱勝出啦，抑或係邊一位呢？冠軍係嚟自多倫多嘅24號九雲慧小姐。Number 24 from Toronto，Christine 高雲慧小姐。好啦，24號嘅九雲雲咧嚟自多倫多，今年係25歲，佢係一位嘅企劃統籌，佢嘅志向咧係成為一位成功嘅女性嘅。冇問題啊，好淡定啊！係啦，咁啊呢度咧，咁咧我哋咧首先咧就披上呢個彩帶嘅。冇錯，能夠將隻月亮代表的心吹到咁慢，都真係難得。好，咁我哋有請佢咧可以坐上我哋呢一個嘅國際中華小姐嘅寶座，成為2009年國際中華小姐嘅得主。好，有請我哋頒獎者將呢個後冠為佢加冕。冇錯，恭喜晒！一齊俾啲掌聲佢哋。再次叫將權杖交到去我哋今年嘅冠軍嘅手上，再次熱烈掌聲，恭喜晒！同埋多謝我哋上屆嘅冠軍。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真係要喺呢度咧要